后来这个冷气团发挥着威力，南投合欢山嘛来落米雪，随着温度愈来愈高，米雪嘛参南落雪，武岭的积雪大约有2公分高。就算游客看到2026年的第一场雪，是痛甲唔好讲。雪碰克的夜，游客透早到合欢山迎接2026年头一场雪，有够欢喜。请假，今天要回去上班的，就是看到有下雪，就为了雪，多请1天假。冷气团发挥合欢山透早落米雪，因为温度愈来愈高，就开始落雪。武岭积雪差不多2公分高，游客开始做雪红啊，用雪手牵。合欢山在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下起了冰线，所以地上呢都已经覆盖了一层白霜。普高游客用毯仔甲包条咧，要煎一棒豆手半暝，甲朋友冲上山，感受烫赤脚踏伫冰天雪地感觉。是没有带外套吗？没有，我们带外套，所以觉得很冷。对。为越南来游客嘛是头一摆看到落雪。我觉得这里很漂亮，很冷。你之前是越南，那越南会下雪吗？没有。仁爱分局执行第14架线雪地管制，为昆阳要上武岭，必须要挂雪链啊，才会当通行。有民众的车无挂雪链啊，只好用行的，有够喘。刚过爬山。要走多久了？我从4点多走上来。OK 吗？不 OK。但是为什么还要上去？没去过，来了。来了。早起武岭的气温是零下2度，体感的温度是零下4度。这摆冷气团和全台拢冷叽叽，有真个游客把握这个机会冲上合欢山，迎接2026年的头一场雪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